台南一位请寿的师傅林玉泉，真侪少年人想要学伊技术，甚至有学生是博士哦。林师傅有一个梦想，希望开一间请寿文化馆，把这项艺术甲发扬出去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老师傅。 最近哦，出嚟外国人来买这鱼啊，等于足多。林玉泉师傅，等是伊的作品愈来愈国际化，经常外国人来店里购买，已经78岁啊。但是伊手法依然是真厉害，一针一线咧刺绣。啊，你铺这物啊吼，我咧做袂使中过线条，袂使黑白中过，因为中过变形咧变去啦吼。就跳布把它固定3步，它就不会再弹回去。 传统刺绣过去都用伫新名衫、庙宇相关的物品，不过即马咧应用伫更较侪产品，亲像是册包鞋啊，也佮有甲服装设计品牌合作。师傅伊讲，这刺绣的产业即马真是行。不是细行工艺，是最夯的工艺。因为目前吼，用的使用多，啊，做的人少，啊，功夫要做的好的人还是不多，所以说就更好。 师啊愈来愈多，对服装设计系学生到博士生拢有，伊拢无看步，甲所有技艺拢传授落去，就是想要将刺绣文化推广出去。刺绣遮好的物件，袂使干那好是能要一个大型的文化馆互参观袂使啊。啊，所以有咧计划啊，展示咱的过去历史，最精致的作品，把它在文化馆展出。 开一间文化馆无简单，但是刺绣是林玉泉师傅一生的志业。虽然将近80啊，依然是有这个梦想。出道一架次的伊，将刺绣这个老工艺提升到一个新的文化展出。